关心咱国内社会新闻，这诈骗的手法真正是有够多。这最主要是看到民众的贪念。警方伫新北市的淡水发现一个查甫人去银行一摆要领300几万，怀疑讲这无单纯一个问，果然是诈骗集团的车手。伊是学电的高薪求职的广告城市，后来发现讲一切拢是骗局。唔拿这个手机啊啦，寄金铺啊，互人收手机，人各行掠去关，要其配合来做车手，若无配合就互拍。啊，即马拢互警方掠起来啊！好了吗？接出来，接出来！民警总入去民家厝，一直来暂时閂门。查甫人躲咧洗身躯，所警方大动作破门，还袂赴穿衫，惊甲赶紧撞出来。原来是诈骗集团的主嫌之一，涉嫌用高薪求职的广告找人，毋过甲因全部去收做车手。300万。你是谁？跟你说要汇的？青红衫的查甫人就是其中一个被害人，互主嫌骗转去洗找所在了后，手机啊、口座、寄金铺啊，拢互没收。若是无配合，阁会互拍。即摆去银行领钱的过程，都有几啊位车手伫外口咧等，今日一摕到钱就落跑。毋过即马所有的人拢互带转去警察局。进一步查出在新生的某个社区大楼疑似作为这边集团的水房，而且还有多名被害人遭软禁在内。立即前往查缉当场在房内查获26岁的林姓水房主嫌在内的2女4男，总共6个人拢互移送地检侦办，信义区某诈骗集团互掠到。刑警会，刑警。警方家己对困眠当中叫予精神，拄起床也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，因专门扮作假检警，用恐吓威胁的手法，专门监考年纪的4大人下手。有一位80岁的负责人互要求汇钱，结果这一切全部拢互监视器翕落。即摆车手互掠到，警方嘛继续来追查，袂阁互因骗无辜民众的钱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